想一次過掃貨25個省份嘅特色好物，了解全國各地嘅民族文化，欣賞體驗各地嘅非遺，仲可以觀賞到精彩嘅文藝表演。今個週末11月20號至23號晏晝3點到夜晚9點，真係可以過嚟漁人碼頭麗駿廣場行行呢個家鄉市集嘉年華，整整56個社團，96個展位，由廣東非遺美食到江門陳皮周邊，由東北人參到湖南臘肉，再由山東水果到福建特產，各種嘅文創藝術產品應有盡有啊！仲可以親自體驗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魅力，夠你行翻玩翻食翻半日㗎。定時定點，仲有巡遊表演，連科技互動體驗嘅攤位都有。湊仔湊女嘅朋友，呢度仲有同期舉辦嘅兒童市集，各種親子工作坊、影相打卡點俾大家親子同樂啊！而連續3日夜晚嘅7點半喺中央舞台仲有3場專場嘅表演。福建之夜、齊魯之夜同埋湖南之夜，咁多精彩嘅節目同一站式展賣嘅家鄉市集嘉年華，真係可以叫埋一家大細過嚟走翻轉啦！